现在是男子甲组80对上我们宾斯伯干。还是没有哎。对。有吗？已经有一个了呢。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。大会报告，C 场地即将进行的赛事是教会男子甲组冬奥教会对达比拉斯教会，请结束球赛的球队球员离开前，请把休息区位置上的水瓶、垃圾顺道带走，让下场球赛要进行的球队球员有干净的休息区。谢谢你们合作。一粒3分球，可惜。给你好了没？不好意思。那就可以。放在后头。在后面。请教会男子甲组、教会男子甲组、中至教会、灵山教会、禅心教会、义心教会、牧长直组、文物区。好。教会男子甲组、中至教会、灵山教会、禅心教会、义心教会、牧长直组、文物区，请到台前进行检录。有了。好，目前比分中至1分80，0分1比0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宾斯伯干目前1分80教会0分。左边80喊一个暂停，是我们觉得这是哦，我也觉得对了，他歪歪的。对，这样有了，有了。好像就是说，现在看。这样嘞？要下去。这样。现在暂停。你去拿我手机。
77号宋军得分。走！有了！走喽！有了！耶！走！有嘞！有啦！目前比数10-3，巴林教会10分，里斯本干教会3分。
球。第一节结束，比分14-5，巴林教会14分，比斯本干教会5分。好，辛苦啦！没有，反球。加油！好球！哎！有了！好球！三分打。大手，好球！检录组报告，请教会男子甲组梨山教会、韩西教会，请教会男子甲组梨山教会、韩西教会，请到台前进行点录。
比数17-7，巴黎教会17分，然后时间大概剩下5分钟。他这个是不能这样子，哪个？他像他是不能这样子，我不敢动他哎，因为他这好专业啊。我还在摸索，就是算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可以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现在 ABC 场地都是甲组的，所以我们请我们的环保组，请随时拖地，好，请随时拖地，啊，免得球员会滑倒。我们请环保组 ABC 场地啊，要随时注意拖马。有了好球，18-7。有很多人来看。场上5人，目前是有7号的伊万，这是几号？11号的，巴林教会请求暂停。我们的11号嘉恩选手目前3犯，第2节团犯来到第3犯。7-20，比数剩3分17秒。赞哦，赞哦！哇，场上5人，现在是77号的宋军、6号的宝中哥、9号的小安、0号的以礼以及35号的以佑。第2节剩下3分多钟。
好球，多快攻！节目组报告，请教会男子甲组、教会男子甲组、梨山教会、梨山教会、韩西教会、韩西教会，请尽速到台前进行检录。谁呢？第二节结束，要进行中场休息。目前比分是24-12，24-12。继续为他们祷告，谢谢。思贤加油，宋军加油。好的，思贤加油，宋军加油，帮你放大这个宋军。好的，太大了。宋军在这里，你的粉丝。思贤在这边。思贤在这里。好的，谢谢，继续为他们祷告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加油团，加油团在这里。上厕所的赶快去上厕所喽！继续为他们祷告哈。对啊。第3节准备开始喽！加油！海明加油！不好意思，海明辛苦了。没有中场休息，我们直接开始喽。对。我们也预祝我们淮蜀咖啡加油。对，淮蜀咖啡。有了。换你。
走，走。好球！那礼拜四吧，他上次那个啊，他来教会啊，很好笑，教会来演戏啊。哈哈，他说你们在游乐园秀中演戏，这样子啊，演得不愉快，然后高兴。哈哈，笑死。不错不错哦，稳稳来，稳稳来。在神里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两边的教会一定都是神祝福的队伍啊！好球！你们还有吗？哦，家族在那个。这球不算哦，我去看一下比分啊。目前第3节比数31-16，巴兰教会31分。两队的实力都很棒哟。慢一点，慢。射手，离你还有。哈哈哈。第4节了吗？巴林加油！没错，我们的陈涵有在场上。现场上5人有陈涵、世竹、伊利、宋军，还有小安。老师回来。巴林教会犯规，传犯来到3犯。我们教练请求暂停。第一场大家都在磨合默契。
还有。好球！我们目前把嘉恩换上场休息，然后小安换上场。哎，哟，球的欧洲，好球好球！对，第3节，应该快结。点入组报告，点入组报告，请教会男子甲组，教会男子甲组，中至教会，请到3楼进行球员确认，请到3楼进行球员确认。目前伊利被换下来休息，然后我们的宜用换上场，宜用加油！可惜。裁判吹了一个翻球，所以球权来到美斯伯干教会。一个快攻哦！第3节结束哦。即将进行的赛事是第一场地入场之前。第3节结束，目前比分19比38分，19比38分。即将进行有点刺激的第4节啦。麻烦第一场地的3个赛事，请你们把你们的水还有垃圾带离开场地。
大家看一下。好喽，第4节即将开始，场上5人，目前是7号的陈冉涵、35号以右、25号的世贤，以及6号宝中哥，还有12号的世竹。好球，传得不错。竞算呢？打一个快攻，2分进账哦，对方也是很快的哦。对方目前分差6分。第4节比分42比25，42比25分。目前，我们的77号宋军被换上场。对方2分都有把握住。第4节打喽，紧张。还有，没事，还有。好球！
好球！80加油！哇，对方。传的不错哦。好球，谢谢。目前7号跟25号，哎，是哪一位？我们的陈涵跟12号世足被换下场休息哦，换上我们的背号0号伊利。这个是谁？还有小安。也是刚教会请求暂停，现在是第4节。哎，是换人吗？还是暂停？暂停。对。是要看谁？色吗？80对50的干，50的干。这样。不要吃进去了。目前比赛是3分钟48秒，然后比数是42比28，42比28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加油！干嘛？你要招生哦？然后要唱舞秀。快点啦！很烂，自己的啦。还好吧，就你们手机关了。哎，好球呢！哎呦，可惜可惜。那好痛。还要戴眼镜，我这边要戴眼镜啊。哎，你们家还有吗？没有。站船打了。对啊，没有甲组没有 ABC， 甲组是不适合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最后一场的分组也是要打6场至少10万要打解决。那我先看，你们先讲好，先讲。你们讲好。你们会先碰到别人。按下那干嘛？打了太牢呢。要下一个。好了。好球一样哦。对啊，如果第1的话，你是第4吧？
哎，他们除了两家哦，利用不错。是巴黎教会请求暂停。如果最后赢5分的话，我们最后得分嘛，然后最后赢5分嘛。你们怎么样看起来都会赢的？目前比数48比31，没有错。谢谢我们的小编。比赛剩还是我们输少？哎，这样讲的。也是有失误的时候啊，因为场场都绝杀。我在想到底要怎么想事情就对这样。检场哦，报检场哦。更厉害，当然。先讲嘛。还是我们看市场包括这个。还好啊，因为哥，你那时候是两亿哦。不会是中，不会中。第一次是谁？第后是哪？第后对啊，应该是第后5号是谁啊？教务主任。所以你那时候也是拿到那个。你跟谁来的？第号啊，第号稳定。来了，来了。有。他今年大四毕业了。因为我有跟半天同届的。有了啦！比赛结束了。比分50比33，巴黎教会获胜。谢谢大家的收看啦，下场再见。